收到牛肉乾啊，真係好貴啊！不過咧，其實如果有理據的話咧，都有機會係唔需要俾錢嘅。今次咧我就上訴得直，唔使俾錢，但係咧都困擾咗我成半年㗎。有興趣嘅朋友聽下我嘅故仔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英姐啊！大家有 follow 開我都知啦。其實我嚟咗英國咧已經有4年嘅啦。之前咧就有少少病痛啦，咁咧就去睇咗醫生啦。經過抽血咧同埋化驗咧，就發現咧其實我免疫系統咧係失調嘅。咁啊，一路咧又 keep 住睇醫生啦，抽血檢驗啦，亦都有做一啲康復嘅療程。咁慢慢咧，其實身體咧都已經好翻噶啦。不過始終嚟咗英國之後咧，又面對唔同嘅壓力啦，身體嘅免疫系統咧有失調呢個情形咧，我相信有唔少朋友可能都會有我呢個症狀。除此之外咧，因為年紀亦都比較大啦，記憶力咧又比較差啦，腸胃系統又差喎。不過咧，好彩朋友介紹咗 Geneat Immunity Plus 俾我。咁經過長期服用之後咧，我嘅身體咧已經好翻好多噶啦。Geneat Immunity Plus 係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研發，具備學術信譽同埋專業信任。佢哋係以科學為基礎，透過宏基因組合同埋人工智能技術 AI 研究，精選有益菌種，幫助維持腸道微生態健康。超過95% 用戶都高度推薦。佢哋用咗專利嘅微膠囊包裹技術，可以保護活性益生菌，令到佢哋能夠順利抵達腸道，發揮高達5倍嘅功效。我食咗之後，身體都好咗好多啊！佢哋嘅產品咧，包含咗有活性益生菌啦、鋅、維他命 B6、B1 同埋膳食纖維，有助提升免疫力、活力同埋消化健康。佢背後有好多中大嘅研究，大家只要 Google 下 SIM01 Probiotics 就可以揾到好多資料㗎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同大家開箱睇下呢一個產品啦。嗱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其實咧佢就唔係膠囊設計嘅，佢係一包包咁樣獨立包裝啦，方便你帶出街食又得，喺屋企食又得。佢哋咧就冇膠囊嘅意味啦，亦都唔需要咧冷藏嘅，咁所以收藏咧就非常之容易嘅。而且咧佢哋嘅產品咧係純素啦，冇人工色素啦，咁咧亦都係gluten free 嘅，所以咧任何人士都可以食用嘅喎。咁咧就唔需要沖水啦，亦都唔係一個藥丸咁樣嘅，只係需要咧搣開佢，因為佢係粉狀嘅。咁咧我試食下先。想身體健康，真係快捷又方便啊！如果大家咧都好似我咁樣啦，開始年紀大啦，又或者有免疫系統嘅問題啊，或者腸胃唔舒服啊，記憶力下降咧，呢一個產品咧都會幫到大家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依家 Black Friday 有30% off，喺美國同埋英國都可以使用嘅。萬一錯過咗嘅話咧，就可以用我嘅專屬優惠碼20%，喺 Black Friday 之後咧就可以使用噶啦。希望咧都幫到大家啦。我就會喺下邊嘅 description 咧就擺低個連結，大家只要 click 一 click 就可以用一個優惠碼買到呢一個產品㗎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產品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follow 佢哋嘅 Instagram 啦，或者 Facebook， 佢哋會有好多優惠同埋健康資訊，仲有一啲腸道護理嘅 tips share 俾大家添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英姐啊。其實咧，大家喺英國居住咧，揸車就差唔多係少不免嘅事啦。因為咧，英國太大啦，你去邊度咧都係要揸車。咁我諗唔少朋友咧都一定即係會收過呢啲咁嘅告票啦，即係英國嘅告票啊。咁我哋揸咗即係因為我老公咧，即係阿英公咧喺香港咧都有揸開車啊。當然食過唔少牛肉乾啦，咁嚟到英國咧，其實都已經步步為營㗎啦。但係因為即係初初可能即係好多地方會唔熟悉啊，啲路牌啊未必係咁熟悉嘅時候咧，都總係會收過牛肉乾嘅。不過收到牛肉乾嘅滋味咧，就真係唔係幾好受嘅。咁係咪次次收牛肉乾咧都一定要俾錢嘅咧？我今次咧成功咧係收咗張牛肉乾，而係唔需要俾錢嘅。咁所以咧，今集其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關於呢件牛肉乾事件嚇。咁試完咧，即係如果大家有 follow 開我都知啦。咁小妹咧喺今年4月咧就
的起咗心肝咧，就係買翻一架電動車，就係自己揸下。因為之前我先生一部車咧就比較大啲嘅，就係油車嚟嘅，就即係小妹因為能力有限啦，因為我雪藏牌嚟嘅之前咁啊，所以咧就即係覺得架車比較大部啊 ，handle 得唔係咁容易啊！即係你知泊位啊，同埋大車咧，你即係啲路英國有啲路咧比較窄啦，側邊又有啲死車啦，咁就比較難泊車啊，或者即係揸嘅時候未咁容易 handle。所以咧，我哋後尾咧就買咗架車，就係比較細部啲嘅。曾經咧都拍過一條片咧俾大家睇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睇翻，我都會喺下邊咧將嗰個即係嗰條片咧係做翻個連結咁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啦。不過今次嘅重點咧就唔係講嗰架車。係講買咗車之後咧，就收到張告票啦。點解買咗車又會收到張告票咧？其實咧都係自己嘅大夢嚟嘅。相信好多朋友知道咧，喺英國咧泊車就入咪錶咧，好多時係會用一個 Apps 啊，即係一啲即係喺電話嗰度咧就係去俾錢付款嘅。咁你就已經係會入咗你自己嘅車個車牌啦。咁你去到咧就入翻嗰個地標嗰個 number 就俾錢啦。咁試完嗰日咧，就我先生咧就同我就出去市中心咧就係食嘢啦。咁啊一家三口啊，好開心啊！食嘢就又因為冇乜嘢買，咁啊揸咗個細車出去，即係嗰個新車啦。我哋叫揸咗個新車出去喎。咁啊，我同阿仔就好開心啦，梗係想去攞位先啦。咁我老公梗係負責泊車啦嘛，係咪先？即係老公嘅主要作用啊嘛。咁啊，梗係佢負責泊車，咁然之後我哋上去攞位。泊完車佢好順手咧，就喺個 Apps 度咧就俾錢啦，咁啊冇問題咁啊，大家梗係食嘢，梗係好開心啦。咁啊食完嘢，哇翻到去嘅車度，見到張告票喎，即係佢哋咧就會係即刻開張告票喺你個車頭嗰度貼喺嗰度咁樣啦，個膠袋封好咁黐住喺你個車頭嗰度。咁一打開嗰個告票咧就死，哎呀點解會有告票咧？明明俾咗錢。原來咧就係一時嘅大意，因為咧我老公咧就揸開一架舊，即係我哋叫舊車啦，以前揸開嗰個大車啦。佢俾錢嘅時候咧，就俾入嗰個車牌咧，佢就 default 咗咧，就係揀咗舊嗰個車，因為一向佢都係用嗰個車，佢就冇為意咧，佢揸咗另一架車新車出去。咁結果你俾錢嗰個車個 number 同泊喺度嗰個 number 梗係唔一樣啦。咁抄牌官就梗係唔知啦，就抄咗你牌啦。咁你就覺得唉好唔抵啊！錢又俾咗，但係咧又收到張牛肉乾。咁呢啲牛肉乾咧就喺4月30號收到嘅。咁佢咧即係喺英國你揸開車都知㗎啦。佢咧會有一個罰款啦，個罰款咧今次咧就係50英鎊嘅。咁如果你14日內咧俾嘅話咧，佢就好好㗎。就英國係興呢一樣嘢㗎，早鳥優惠，即係你早啲交咧，佢俾你有個 discount 咁啊 discount 咧就係一半，你14日內交咧就交25磅就得啦。正常情況底下咧，即係一般人都係諗下我交咗25磅就算啦。但係咧，我就有少少覺得都唔係幾憤氣喎。咁我又知道咧，其實咧英國咧就樣嘢都有得上訴，咁我就嘗試咧。就去上訴啦，因為我就有交錢噶嘛，只不過係揀錯咗個車牌。咁咧，佢呢度都好好嘅，有一個俾你交罰款嘅，即係網上交罰款，佢都俾你上訴嘅。咁我就喺嗰度上訴啦，就將成個故事咧打咗出嚟，就話因為咧我咧就有兩架車，一架咧就係 under 我老公個名，一架就係 under 小妹個名咁樣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就揸錯咗另外一架車，就俾錯咗錢咁樣。咁咧，亦都將相關嘅資料咧係俾咗佢啦，就係包括係你兩架車嘅車牌啦，咁你揸咗邊架車出去啦，然之後嗰啲資料就打清楚個時間啊、地點啊咁樣，然之後咧就cap 埋個圖俾佢睇啦，我係交咗錢嘅，即係你交款嗰度咧佢有個收據噶嘛，你就即係 cap 晒圖俾佢睇，其實我交咗錢㗎 under 呢個 number 咁樣，咁咧。就試下上訴啦。咁好多朋友咧就即係都會有一個疑惑同埋一個迷思嘅。咁喺呢度咧就可以即係當一個小貼士分享俾大家。有啲人就話啦：咦，你上訴的話，其實一定就會過咗嗰14日㗎啦。咁換句説話講，如果你上訴衰咗，你係咪就要交嗰個罰款50英鎊就交唔到個 discount 咧？其實
我亦都 check 過啦，上網 check 咗嘅，係認證咗嘅。我今次亦都係即係證明咗嘅，就係咧，其實當你上訴期間嘅嗰14日係唔計嘅。換句説話，如果你上訴 fail 咗，你係唔需要交個全額罰款，你係都依然有14日時間，即係由你上訴佢裁決咗之後，當你唔得直的話嘅14日內咧，你依然係可以交嗰個折扣價嘅。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即係分享俾大家，因為好多朋友就係驚就係話，萬一我上訴唔得直的話，我就即係個罰款咧就真係幾金啦咁啊。咁呢個係即係可以提一提大家，話聲俾大家聽，上訴期間係唔計算在內嘅。咁我就上訴啦。咁歷時係幾耐咧？其實咧5月13號嘅時候咧，佢係有覆過我一次嘅，就話收到我嘅上訴，但係佢需要我提供更加多嘅資料。咁咧佢當其時佢要我提供嘅咧就係我先生，因為我先生用個 app 去登記啊嘛，佢就要我俾埋我先生個電話號碼佢，咁佢咧就會 check 得翻你呢個電話號碼係咪真係登記咗兩架車，咁然之後咧佢先至會再去判嗰個我上訴得唔得直咁樣。咁一路咧我即刻，當然我收到佢個 email 咧，我即刻就已經係入咗即係回覆咗佢啦。咁你回覆嘅時候咧，佢都係用翻嗰個上訴，即係嗰條 link 咧，就係自己去打翻話我收到你哋嘅 email date 幾時，然之後咧其實我依家要補交一個資料咁樣。咁跟住咧一路由5月13號之後咧，其實我就一路冇收過任何通知。話俾我聽嗰個結果，咁因為都時間係幾耐啦？你諗下4月30號到5月13係好短嘅時間啦，大概唔夠一個月啦，佢就覆咗我半個月到咧，係覆咗我第一次 email， 跟住之後咧佢就一路都冇再 follow up 嘅。咁去到7、8月嘅時候咧，我嘗試過咧再入翻去呢個罰單咧，依然都喺度嘅。咁咧我亦都有再喺嗰條 link 嗰度咧，就係再問多一次，究竟個上訴結果係點樣？亦都係冇回覆嘅。直至到去到10月20號咧，我就收到一個電郵啦，即係個 email 咧就係 confirm 咧，佢就話已經係幫我 cancel 咗呢一個罰單啦。不過咧，佢亦都係提醒，即係呢個咧係人情上嘅啫。咁希望咧就係我自己去留意翻，即係下次入錢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自己 check 翻啦。咁佢亦都有講過，如果同類事件再發生嘅話咧，我就不能夠再上訴噶啦。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少少嘅分享啦，即係提一提大家，就係記得交錢，即係入標位啊，泊停車場咧，記得入啱自己嗰個number 啦。咁如果真係好似我咁唔好彩，我真係有兩架車而唔錯誤咁入錯咗個 number， 咁你有證據，咁咧你都可以嘗試嘅。咁喺我今次呢一個罰單咧，就喺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嗰度開俾我嘅。咁我相信每個 council 或者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啦。咁呢個係一個分享啦。咁我戴定個頭盔先啦，因為即係可能每個 council 可能佢個裁決都未必會一樣，但係都可以值得一試咯。因為上訴期間係即係之前都頭先講咗啦，係你嗰個折扣價係唔會冇咗嘅，折扣嘅期都係會順延翻嘅。假設你真係到佢最後尾係話俾你聽，你係輸咗，你都係可以有一個時間去交個折扣優惠嘅。咁我亦都有聽過咧，有朋友講咧，就係佢入錯咗，可能個數字可能你係66，佢唔覺意撳咗67，而又冇懷疑。其實呢一類型咧打甩嘅機會都有嘅。咁最緊要咧就係即係自己去做少少功課啦，睇下點樣上訴啦咁樣。咁今次嘅分享咧就係咁多啦。咁啊希望都幫到大家啦，因為始終喺英國揸車收告票咧都係有咁嘅機會㗎嘛，咁啊當然啦，希望大家就即係唔會好似我咁樣有呢啲咁蝦碌嘅事件啦。咁但係今次都係上訴得直嘅，咁我覺得都幾開心㗎，因為慳返幾十磅又可以食多餐飯啊嘛。下次咧仲有其他分享咧會再同大家傾嘅，多謝晒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，參加埋我哋嘅 Facebook 群組遠親不如近鄰。咁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咧，會喺嗰度 post 嘅，希望你中意啦，拜拜。